喺香港22蚊就可以食到飽嘅小食，仲可以3拼添啊！一次過就滿足晒我嘅嘴癮。講到香港嘅街頭小食，肯定就離唔開燒賣、魚蛋、腸粉啦。今日就一齊嚟試下呢一間我學生時代就開緊嘅老店。姐姐唔該，要一個經典3合1。而家食，姐姐呢度開咗幾多年啊？31年啦！哇，31年啦呢度，遊客多唔多啊？呢度多遊客㗎。經典3合1 22蚊。咩叫香港傳統街頭小食啊？就梗係企喺度食噶啦！我哋試下個魚蛋先啦。個魚蛋咧唔係陳皮魚蛋嚟噶，魚味好重啊，仲好彈牙添啊！試下個腸粉，食腸粉咧最緊要係個醬，個醬係腸粉嘅精髓，係佢嘅靈魂嚟噶。佢有豉油啦、麻醬、甜醬，仲滲一啲芝麻喺上面，佢係好夠醬噶。等我打關斗先，捲，成條食。啲腸粉好夠滑，再加埋啲醬汁，簡直係下午茶必選。跟住我哋又試下個燒賣喎，佢唔粉嘅，好彈牙，同埋佢冇蒸到好腍咯。有啲燒賣咧蒸得好腍，如果擺得耐嘅話咧，佢又會變到好硬。咁佢又啱啱好，煙煙韌韌咁樣，好好味啊！喺香港22蚊就可以食到飽嘅小食，仲可以3拼添啊！一次過就滿足晒我嘅嘴癮，我就覺得抵到爛啦！你哋又覺得抵唔抵呢？嚟到香港，你哋會唔會試下呢度嘅香港街頭地道小食啊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啦！